做伙来吟这首诗歌，超过阮的想象。369首，咱来吟这首歌吼。咱搁来听一遍，听一摆。礼拜特别开始，咱用恬静的心来敬拜上帝。着趁耶和华通找着伊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
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圣诗536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内面阳光照出来，这光是主实价的光，显明救主大仁爱，至大救主无穷恩惠。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门为我大开。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
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对亚岛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乱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我是阿尔法加欧米伽，是起是起头甲煞尾，是开始甲结束。将长袍洗清气。遐个人真有福气，因有得到权，通食活命树的果子，搁通对这个门入城。遐个狗类惊邪术的、淫乱的、杀死人的、拜偶像的，甲一切爱讲白贼，搁做事奸诈，拢着留伫城外。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伫这个教会，将这个事对恁做证。我是大毕的君，是伊的后裔，是光亮的启明星。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听见的人就讲来，喙呆的人就来，以爱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水。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对，我念未来。这声，阿门。主耶稣啊，请来。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阮伫遮感谢阿乐你。伫阮失迷的时阵，你互阮方向；伫阮失志的时阵，你互阮气力；伫阮无奈的时阵，你互阮智慧；伫阮拄着困难的时阵，你互阮帮赞。因为你讲，我靠你的迄号人的有福气。你要亲像水边所在的树，选紧伫河边，淹热到也无惊，叶悠远要青翠。伫大雪的一年，拢无挂雨，结果子无煞。你互阮拄着疫情的时阵，拄着困难，拄着绝望。拄着无奈，你对天顶降落智慧甲气力，感谢你。阮愿外人讲明你的大权能，无人会当赢过你，无人伫这个世界会当掌权，敢若有你。敢若伫你的帮赞，阮才有一切喜乐甲庄严。阮愿你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阿门。奉献，咱即马来收奉献，这是第一摆奉献。现今，咱先莫用盛产的茶仔来奉献。这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我的
主的主，施恩的主啊，阮伫遮感谢你，感谢你的疼痛，施恩伫阮的事农工商，嘛施恩伫信你的人的身上。阮嘛是向你来祈祷，伫即波疫情受到灾害、受到受伤的兄弟，求你加添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伫因的身上。主啊，阮开喙向你祈祷的时阵，求你来充满阮。感谢你，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阿门。请坐。报告。教会消息。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会主日举行2022年第3摆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供收圣餐，动物主恩。伫网络顶悬聚会，嘛请用2合1圣餐的饼杯做伙来领受圣餐。第二点，更正。顶礼拜洗礼名单，李贤雀未洗礼是后一摆来洗礼，邱进庭是更新礼。第三，小会公告，第一小点，面对本土的疫情，到教会聚会时阵，请专程滴喙暗，配合量体温、酒精消毒，才会做法。第二点，若有发烧，也是呼吸道的症头的时阵，譬如讲嗽、流鼻水、脑痛的这状况，互匡列做密切接触的，伫自主防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请利用网络的 YouTube 来收看主日的礼拜。第三点，若是因为你教的所在卡车，也是其他的原因，受到通知，爱接受 PCR 也是快筛，建议检验了是阴性的时阵，以后才来教会。第四点，本会拜三暗时8点祈祷会伫主堂聚会，嘛有网络的直播，欢迎兄弟来参加。第五小点，教会各圣歌队7月第1个主日开始恢复献诗。第四点，本会庆祝释教70周年，下晡3点，伫本会主堂举行圣母宣教师车派感恩礼拜，敬请兄弟来观礼，同颂主恩。第五点，中职会公告，对7月份开始，教会早祷会改伫逐工拜一到拜六，上午6点至7点，都是上午开始延半点钟，上午6点到7点来举行。嘛是采用网络加实体的方式来欢迎兄弟来参加。礼拜早祷会有停止。第六小点，有要2022年每日研经事业兄弟，请到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3季的手册。第7点，下周主日7月3號下晡3點半，伫主堂召開7月份中職會，敬請全體中職來出席，機構首長甲同工列席參加。第8小點，本會慶祝釋教70周年的一個活動。第1小點，相愛一生百年好合，金婚中重締婚約感恩禮拜，時間是8月7號主日下晡4點到7點。活動的內容伫咱的周報第7頁。歡迎兄弟伫7月10號主日進前來往辦公室來報告。第2小點，見證集，歡迎兄弟伫7月10號主日進前往辦公室來禱告。第2，具體消息依上述。第1小點，本會於黃印姊妹丈夫於慶良先生伫6月15
15号拜三安息主怀，已经伫6月24拜五伫家己厝内举办告别式，请上座会会员交上座会费。第二小点，本会林凤珍姊妹爸爸林金祥先生伫6月19号主日安息主怀，已经伫6月25号，就是拜六早，伫邦寮殡仪馆举行告别式。以上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着遗族来代祷。第二点，儿童牧区暑假的儿童宴会，就是英雄联盟 GameStar， 伫8月9号到8月12号来举办，对象是国小1年到国小6年，费用是前20名是报800块，20名以后的是报1000块，以80名也满为止。地点是敬拜中心。报名请洽询吴思婷传道。详细资讯来伫网络 UCAM 粉专来查询。第3点，真爱人幸福学堂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所有课程，7月份才来公告后壁的上课日期。以上教育消息，咱请陈牧师。咱过去拢伫韩国有即个访韩盛会，即摆因为疫情所以旧年头一届有伫线上，今年伫8月初5嘛到8月初办第2届兄弟咱若要参加，会当伫即个QR code入去报名来参加。第二就是咱高雄中华少年部今年嘛有办金门甲宣召分的府的纪念的翕相。那2017年就有翕过，就无去报名其他2018到2022那有的请咱会当报名，这是免费。7月初10以前，咱更新好长老来报名参加。以上。圣经启示录第3章19节到22节，白话字286页，台语汉语本286页，和合本359页。圣经伫启示录第3章19节到22节。恁来看，我来强读19节。既然我所听的人，我责备来警戒伊，所以就奋志来反悔。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21节，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同坐伫我的座位，亲像我得胜来甲我的爸同坐伫伊的座位一样。22节，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这个教会所讲的。以上讲道甲主三角坐倒，甲主三角坐倒，咱请陈牧师。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这段期间，因为疫情，足侪兄弟确诊牧师嘛袂我，但感谢主主的保守，一切拢平安恢复咱也为着检测还佫伫确诊还袂好的人咱嘛常常伫祈祷中间来替因祈祷。咱嘛求上帝帮助，互咱即个疫情已经咧渐渐减少毋茫会当来收煞互咱来恢复正常请咱常常伫祈祷中间，真正为着即个疫情祈祷特别即马佫有新的疫情咱从来介绍也毋捌听过好多但是咱相信政府的确会将好的即个处理咱伫即个落尾的时代，咱佫较着爱挖靠主感谢主，咱顶礼拜有举行洗礼，后迎子
新人进入伫咱的教会咱了就有圣餐，就是讲咱诚说陪餐会员，咱会当甲主坐道。咱的早起就是要甲主坐道。伫个早起牧师透过启示录这段圣经，互咱来思考咱甲主坐道到底是甚物款的意思？启示录第3章有写足侪这个启示录的教会，特别为14节开始咧讲这个老底嘉的教会。人讲这间的教会就是耶稣徛伫门外的教会。这教会可能外口写一老底嘉基督教会，看板是真大真大写甲真大字，但是可能入去甲教会做礼拜时无论是接触牧师、接触长老、接触执事兄弟姊妹，可能这礼拜堂是真水这个礼拜堂有真侪出名的人，这个礼拜堂可能有真侪价值的物件，毋过好像耶稣无伫内底耶稣向关伫门外是讲耶稣伫外口咧弄门，但是拢袂当入来所以招牌有耶稣，但是实际上是无有一篇邦桥灵粮堂的主任牧师迄杨牧师拜受邀请来前金教会牧者的分享伊家己咧分享伊的教会一届的经验伊讲伊连续3遍邀请即个阿君亭带来大福兴的牧师叫做张温伯就是温约翰牧师，这是美国葡萄园运动真要紧的牧师。请这牧师来陪灵结果头一档来的题目是用这个启示录3章20节，讲耶稣讲伊徛伫门外咧拍门第2年才邀请来，嘛是用这个经文，嘛是用这个题目。第3档佫是安尼时伊就感觉讲到即马不对劲这牧师是无其他的圣经人讲还是无题目人讲较会见讲就是讲这个经节，见讲就是讲这个题目伊感觉想无到底是安怎？耶稣是伫门外伫遐佫咧拍门伊感觉因教会都礼拜气氛嘛袂歹礼拜人数嘛袂少但是这个张文伯甲讲，因为我感觉耶稣还佫伫门外，耶稣还佫伫门外，耶稣无入内面，咱无吸引耶稣入到内面。咱有真好的礼拜形式，但是咱无吸引主入到伫咱内面。所以当伊听到安尼时伊就伫遐大大啼哭，悔改认罪。主啊，阮感觉阮那个成足好呀，其实主你还佫伫门外。所以因就开始认罪悔改，知影讲因对主的靠无够。可能大家来做礼拜拢是形式的，来遮都可能这礼拜咧，不管下早是8点，下早10点，问题就是礼拜到不管是9点10分还是11点半，这时间到，这就是我应该来的时间。所以足侪兄弟姊妹礼拜时阵若感觉这牧师若讲了伤长还是礼拜伤久的时，大家就拢咧看表，讲奇怪，毋紧结束。意思讲咱若到礼拜堂可能对主也无较无。主若伫咱中间，主若甲咱同在，应该咱是无想要离开较对咱毋是赶紧一个线就赶紧要走。所以讲耶稣还佫伫门外，现在咱免来，互耶稣会当入到门内。入了咱的心门内底，咱免来甲伊斗阵坐道。今日的经文我想有几点，咱会当三角来思考。头一项就是咱愿意谦卑受教，搁愿意真心来悔改。这款的人，我相信咱会当甲耶稣三角坐道。伫这个所在，上帝咧借着主耶稣咧指责这个老底嘉教会，看开是指责，实在是管教。上帝因会听因，上帝毋望因会当离开因这款的状况。当咱互上帝管教的时阵，咱安怎回应？
是毋是？咱感觉讲上帝较安尼，我都已经袂歹，拢对我遐无好，结果你为人埋怨上帝，为人继续背逆，无愿意悔改。但是这个所在讲，那爱努力来悔改咱的台语的圣经讲是讲爱奋志来反悔，奋志咱毋是埋怨，咱毋是家己自欺，咱感觉讲我家己已经袂歹，反倒等咱就爱来悔改。这个悔就是后悔、反悔懊悔那个像这个约伯讲我前看到你听风闻有你，即马我亲目看到你，所以我厌恶家己，厌恶家己就是讲，毋是厌恶我讲的，我过去安尼讲，迄实在不应该讲的。我咧讲上帝，还是我咧讲关于上帝事，还是关于我所拄到的。所以伊就伫遐来懊悔伊伫迄个尘埃甲即个炉火中间伫遐咧懊悔这就是悔。什么是改呢？改就是爱改变爱改变你过去安尼，即马毋是安尼，爱改变。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21到30讲，你若听见伊的道领伊的教，学伊的真理，你应该就爱脱去早前迄个行罪的旧人心智爱换新心智爱换新。这个悔改就是足大的改变，180度的改变毋是干那讲迷信的人当伊啉捌主，伊会当做来一款的改变，就是咱已经信主久久的信徒，其实咱嘛知影，咱虽然已经悔改认罪来信主，毋过咱这个旧的我常常做嘛伫咱内面，常常嘛咧影响咱常常嘛有过犯咱内面的这个歹无完全来根除咱爱常常伫伊的面前悔改。其实咱甲主坐道，也是省察咱家己的时阵求主互咱来省察家己，咱到底有甚物款的无合伫伊的，咱会欢喜来认罪来悔改。伫这个约翰一书这个长老约翰讲，咱若讲咱家己无罪，咱就是欺骗家己，真理无伫咱的心内。但是咱若认咱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伊会赦免咱的罪，伊洁净咱所有一切不义。所以咱甲主坐道，就是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伊是无罪的主，为着咱正做罪，为着咱受咒诅，为着咱受气杀，为着咱来顶入十字架，总是就是互咱的罪靠着伊会当得到赦免。上帝救恩临到所有欢喜悔改，过来接受伊的人。当咱愿意伫主的面前省察家己搁认家己的罪，我相信咱的确要经历迄个赦罪恩典、赦罪欢喜。伫最后所基督已经完成了，只有咱爱对伊有真实的信。当咱听到主伫外口咧弄问的时，咱欢喜欢迎伊伫咱内面，咱就会当甲伊相较坐道。所以第二点就是咱若听到主拍门的声，愿意来开门的，主讲伊要甲咱甲伊相较坐道。主常常咧拍人的心门，还未信主的人伊嘛咧拍咱已经信主的人伊嘛是咧拍。主爱咱会当甲伊相较坐道，甲伊相较坐道是主会当伫咱中间做咱的主人，做主做王。咱会当互伊来做主做王的时阵，主安怎掌权，安怎得胜，咱也甲伊共款。主会当甲爸相较坐伫宝座，咱也会当甲伊共款来享受即款的恩典。兄弟姊妹，咱来看一场即个世界真有名的即个名画即个名画叫做世界光。即个画就是
主耶稣为基督徒伫厝诶嘛，足侪人有挂100度吼。主耶稣手有摕顶伫门外吼，伫遐咧弄门。有人看到100度诶时，佫足注意诶，看讲奇怪，100度内面吼，即个门吼，咱门一般一定有一个把手吼，你才会当开嘛，要开入去，要开出来吼，即个有一个把手当即个人看到安尼时，就去问即个画家讲：你是毋是迄阵咧画时吼，煞去忽略去袂记诶，煞应该为迄个把手煞无画？但迄个画家讲：毋是啊，毋是我袂记即个其实我是要提醒世间人故意要提醒世间人主耶稣伫外口咧拍门，但主耶稣明言都甲你开入去。这个门毋是为外口开，这个门为倒开？为内底开啊！就喺你愿意开啦。咱的主耶稣是甲咱拍门，当咱愿意开的时阵，伊就入来，伊就甲咱三角坐，咱也甲伊三角坐伊甲咱三角食，咱也甲伊三角食那个一个人要去追求一个女朋友第一伊心门愿意拍开，你毋是用你强硬手段，你要来得到伊，反倒当就是伊会欢喜拍开伊的心门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主耶稣主耶稣伊疼咱，伊常常伫咱外口咧拍门，伊希望会当咱会当开门来迎伊进入咱内面，迄个主动权伫咱，其实是真简单的。当咱外因，可咱一切黑暗就变做光明。主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跟底我的无伫黑暗中行，因要得到活命的光。”兄弟姊妹，咱今日要甲主坐道，咱就是爱拍开即款的心门，因为上帝听咱，因为上帝听咱。捌有一个爸爸伊安尼。逐工拢摕迄个真水的花去病伊的因为伊的查某囝住院，伊就坐伫迄个所在，迄个查某囝挂这呼吸器，家己无能喘气伊就伫迄个所在，甲即个查某囝讲故事讲即个窗外口偌济真水的物件，不断地讲即个查某囝是昏迷，即个查某囝无清醒。是靠着人工呼吸器这个爸爸逐工摕火来，逐工伫遐咧讲故事，伫遐咧讲外口的世界。那甲伊是有听到共款咧顾囡仔，即个护士当然感觉真感动，但是有一遍伊就问即个爸爸讲：即个爸爸你安尼地讲，你逐工安尼做但是伊拢也无任何的反应。你对一个无反应的，你敢会？就爱逐工安尼做，伊的爸爸一点仔拢无怀疑。伊讲就是伊拢无反应，伊嘛是逐工摕到即个花伫遮为着伊讲故事，甲伊讲话，因为伊听伊。兄弟姊妹，咱看见老爸听就是安尼。有时咱的主对咱听是安尼，有时咱对伊咧敲门，咱也无感觉；有时对咱咧讲话，咱也无听到。咱顾无用家己的，咱顾无用即个世间，咱拢咧想家己，咱完全无咧主神来听主的声，也无咧感受主伊的同在。但是上帝听对咱的听就是安尼，永远无煞。即个老弟教会，伊感觉伊好嘢，感觉伊真了不起，伊家夸到家己，伊离开上帝的路伊已经陷着伫罪中间嘛毋知，但是。咱看见即个经节，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听见我的声来开的，我要入去甲伊食，伊甲我食。”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心。当咱甲主坐道时，拢是一个稳定的时刻，拢是真正是咱会当搁进入伫主的稳定。主常常要将稳定互咱。以前有一个姊妹伊的生活足艰苦拢甲租厝。伊有一遍因为租金付袂起，足大的困难。
牧师听到这个消息，教会就是讲啊，暂时要去甲伊帮衬，所以牧师就教会这个急难救助摕条钱要去帮衬伊，去甲敲门，拢也无人应声，是讲奇怪，应该是有伫的啊，就去问厝边隔壁，厝边讲有啊，伊都伫厝的啊，无赶伊出去啊，搁去弄，嘛是拢无动静，拢无开门。这牧师只好就转去啊。后来，这个牧师伫路的去拄着这个姊妹，某位姊妹啊，伊讲我去恁厝弄门你较会无电。我本来想讲教会，我知影讲你即马有困难，你要若出租有困难有这个急难救助的一条钱，迄个要互你想讲，看你会当有得到帮助无？迄个姊妹讲歹势啊，牧师啊，我若知影是你，我早就开门啊。我想讲，若要来甲我讨迄个厝税钱所以我惊拢毋敢开门啊。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咱想到，咱到底咱的主甲咱的关系是啥物？咱是惊主惊甲毋敢开门，还是讲咱知影实在，咱世间咱有足侪问题，劳苦背重担，可能。上文对还是讲负责对你嘛无要紧，但是主咧甲你拍门的时，咱就欢喜开咱的心门。我相信主会帮助咱，主非常疼咱，咱也来开心门来行事。我相信咱的艰苦会当得到医治，咱的欠缺会当得到补助。所以最后所伫遮。上多要甲恁讲圣神甲教会讲胃空的，就要听，咱就要真正用心佮专心来听主的声，毋通干那听世间的声，世间的声听愈济主的声就愈听无。感谢主，咱教会即马有足侪人咧读圣经，就是讲较侪时间来领受主的话，听主的声，听主的声，咱甲袂叫即个世间的声来袂晓。圣神正教会所讲的有胃空的就爱听，有胃空的就爱听，免来听，要用几个胃空来听。咱有2个胃空，但是伫迄个西洋英文讲 listen with one ear， 要听就要用一个耳孔，因为2个耳孔这个听了可能这个走出去，你就要用一个耳孔来听。咱有时伫世间咱听足侪声，咱足侪代志，但是可能主咧弄门咱听袂到；主咧弄门，咱看袂到，咱也无咧注意。这个英文字嘛足深色嘅字哩，英文的心叫做 heart，H-E-R-T 啦这个 heart，这个中间就是一个 ear 就是耳耳。所以表示讲，伫咱的心有耳咱就要用咱的心的耳来听，毋是干听这听这有时听无，主的声你听无，是爱用这个。兄弟姊妹，主咧甲你讲话，较长毋是为遮，是为遮。你要知影，为你的心，你安静的时，你祈祷的时，你敬拜的时，你咧听讲道的时。还是你做梦的时嘛是会甲你讲，你这讲话是遮，毋通干想讲干伫遮，这个世间有足侪声，因为世间的声音足大，夸口的声、满足的声、讲笑的声、争论的声、宣发的声、演讲的声、应酬的声，足侪声，世间的声真侪，但是咱爱有安静的时间来听主的声。感谢主，我相信最后所常常要对咱讲话，常常咧对咱敲门。伊甲学生讲我甲恁讲，恁求着得着，找着拄着，拍门就甲恁开门。咱求着得着，找着拄着，拍门就甲恁开门。咱的主要所是遐安尼欢迎咱，咱是毋应该安尼来欢迎你？讲人求老爸讲，这个囝要求饼，讲互伊石头；要求鱼，互伊鸡仔虫。
对不起。我相信咱伫天父的爸，伊嘛是要将上好的互咱。兄弟姊妹，咱爱知影讲主耶稣基督咱若拍门的时阵，伊就甲咱开门。伊若咧拍门的时，咱嘛得爱开门。主耶稣讲：“我伫门外咧拍门。”主讲：“甲我开门。”但是，当咱无要拍开咱的心门，咱无要甲主开门。当迄个门关起来的时阵，主耶稣讲吼。迄个时阵主讲甲我开门，但是主讲我毋捌你，我毋知你为倒来。我以前毋是甲你斗阵啉食，甲你伫斗阵伫街路伫遐咧教死人，主要所讲我毋知你为倒来，你做歹人离开我去。所以咱着爱常常甲主亲近。兄弟姊妹，咱即马是活伫叫做恩典的时代。当主耶稣第二遍过来的时阵，可能迄个门就关起来。咱头拄来吟迄条恩典的门大开，就是救恩的门大开。这个歌是真的，咱咧吟的是咱会感动的。这是恩典的门大开的时，这是救恩的门大开的时，咱就要来祈求伊，咱就要尽力奋志来入这个门。兄弟姊妹，到迄个门关去，无人会当入去。所以，咱就要趁耶和华通找到时，就来祈求伊；三军的时代求救伊。保罗讲，即马是当时欢喜的时，是拯救的时阵，趁恩典大门的门大开的时，咱就来祈求伊。兄弟姊妹，咱要甲主坐道，感谢主。我相信主永远拢无改变，伊永远听咱。咱若愿意真正真实悔改。欢喜愿意开门的人，就是得胜的人。咱会当甲伊三脚坐道，咱会当甲伊伫宝座，伫迄个所在三脚坐王。咱会当甲主坐道，那加像咱的主甲爸三脚坐伫宝座共款。求主帮助咱，互咱今日甲伊坐道的时，会当有一款的领受。搁一遍来省察咱家己，搁一遍讲主啊，请你进入伫我的心内。主啊，我要搁较济安静，甲你亲近，互我来听你的声。这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听到你的声。主啊，阮伫安静的时，搁较济当来听到你的声。主啊，这个世间的声有侪侪搅了，有侪侪袂晓。主啊，阮会当单单听你的声。主啊，阮甲你坐道时，安静阮的心，互阮搁一遍认识你伫阮的内面，互阮会当真正真实甲你坐道。主啊，你甲阮，阮甲你三甲坐道啉食，互阮来领受你救恩的恩赦。主，阮感谢你，主，阮学了你，阮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这时牧师要欢迎咱所有的陪参会员，无论咱伫现场，还是伫线上，咱若有伫教会摕即个饼甲杯，咱会当伫即个圣餐的宴席中间，三甲来领受主的恩典，咱即时要来吟头拄仔吟的这首圣诗这首圣诗是圣餐的诗，这新的诗，咱毋捌吟过，但是咱做伙来吟369首这个圣餐的诗歌，超过阮的想象请咱起立来吟。
心比你忠贞，我他心真心他受过去，咱就归我，我无人会抗敌，小心的我会，三角这道坚强，用心的所属的你，希望会当当作你一生的名章。我的心就过去，找我的良人，不要回来留起，我把他的力量，偏偏你多年来，我的归命我就，我高兴。这心酸，你会就真的，我永远所代表，你的平安和稳定，一切加最最多，我就是听到你，请坐，请坐。请咱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讲，来爬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食了也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呢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这是咱照主耶稣基督伫受的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也照伊的圣模样，咱大声来感谢父上帝。咱三个来祈祷。主要所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切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边食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这时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旁边。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边食的时，着今日来纪念我。
咱欢迎已经领受洗礼、进入主的教会的白山会员，三甲来甲主坐道，来领受伊的身躯甲保护。咱也来听主耶稣基督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记那着无重的，着来求问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求问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吹焦。求问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来，决定。现在咱要有人无记着这个饼无？现在咱先拍开这个录啊吼。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答辩这是就今日纪念我。这是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恁答辩这是就今日来纪念你。请恁三甲来领受。咱伫山顶的兄弟姊妹吼，咱就甲咱同步来领受主的饼甲杯。食了主耶稣也旁背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要来请长老来旁杯。这所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问你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也即请咱安静咱的心，咱求主耶稣基督进入伫咱的心内，咱的心门会当永远向伊拍开，互伊会当伫咱内面。啊！这有人无记着这个杯无？请个手，请咱拍开这个杯哈，才有一个出来所在，咱细力甲伊拍开。兄弟姊妹，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设立的。咱既然啉的是，就今日来写念伊，咱三角来领受。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平安，甲恁三个彼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三个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会顾的护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通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请咱的长老来收圣餐的奉献。感谢主，互咱对领受圣餐的恩惠，咱来感谢伊。也这请咱起立，咱来做圣餐奉献的感谢。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恩典。主啊，阮会当甲你相甲坐道。主啊，阮是甲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相甲坐道。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福气。主啊，阮知影阮是被砍得的。主啊，感谢你，阮虽然常常互歹较赢，总是主啊，你有赦免的恩。主啊，透过阮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搁一遍用伊的宝血来洁净阮。主啊，阮会当确实伫你的面前讲，主啊，阮令阮所有一切犯的罪，阮欢喜伫你的面前认罪，阮欢喜悔改伫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公义，是信实，你要赦免阮的罪，你要除去阮一切的不义。主啊，互阮对甲你坐道来领受你圣餐的恩典，互阮定心立志，互阮的生活，互阮的伫所有一切，拢要互你欢喜。主啊，那就使徒报道，阮立定志向，就是要讨你的欢喜。主啊，互阮会当成做你所欢喜，搁会当领受你恩典祝福的人。主啊，阮为着感恩奉献金钱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求你也会当，互这个诚做圣工的路用，互你的国度得到广阔，互你的名会当得到保养。主啊，感谢你，阿罗你，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有人徛咧来因祝福车恳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
达牧师。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同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